个路到了，到了。对，这个是今天阿扎写的，演唱也是阿扎，他词曲演唱都是他一个人。专门跟左右差不多写的，有点长，4分多钟。这个来了，这个粉色的，银色的，你说没来吗？要来，每天都要来，只说跳的时间长点而已。3只筷子，王没来的拍摄一下，有个效果很美。手机拍一点。哎，春香又买了，又吃什么？西下东城。
有。啊，拍下来了。要不他不跳那个，我们不跳。这两个黑色衣服。你们两个就像双胞胎一样，真的很像，非常像。他们高矮都差不多，流量梯形。这个店现在是多少？
痛？对不起啊。痛不痛？你痛不痛？看你手上有点肿。